各位觀眾，歡迎大家收看本節新聞報道。美容業界今日提出成立香港美容從業聯會，推動行業自我提升機制，期望以業界自律嘅力量，全面保障消費者權益，同時提升整個行業嘅專業形象。聯會表示，機制推行後將為業界帶來6大成效。首先，保障消費者權益，聯會將設立安全網計劃及投訴調解機制，即使美容院不幸倒閉，消費者仍可獲得應有保障。第二，提升行業專業形象，透過提高從業員嘅服務標準及訂立經營守則，重建行業公信力。第三，減輕政府監管壓力，以行業主導嘅自律機制優化整個行業嘅生態環境。第四，加強商戶自我管理，聯會會引導及支援業界使用 POS 軟件系統，強化內部管理，提升客戶關係嘅維護質素。第五，降低業界參與門檻。聯會強調會提供支援服務，當中包括多項免費法律及經營諮詢服務，讓從業員及商戶在零負擔嘅情況下及早掌握法例知識，避免誤墮法網，同時保障自身權益。第六，凝聚業界團結防線，聯會將建立內部資訊互通機制，讓業界就行業動態即時互相通報。面對個別存心碰瓷、蓄意滋事嘅不良行為，業界亦能形成一致對外嘅防禦，避免商戶孤立無援、各自為政。聯會總結指出，香港美容從業聯會不單是行業自律嘅推動者，更是整個業界抵禦法例衝擊、共同應對挑戰嘅保護屏障。透過減輕業界對複雜法規嘅認知負擔，並提供相應支援，協助商戶在合規經營嘅同時，提升服務水平，最終讓消費者得到更完善嘅保障。業界與客戶亦能建立互信互助、相輔相成嘅良性關係。